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喺亞塞拜疆首都巴庫開幕，與會嘅本國環境部長吉爾博特承諾會繼續推動融資，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挑戰。陳文立報道。第29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由石油國家亞塞拜疆主辦，會議嘅主要目標係維持地球氣溫上升唔超過工業化前嘅2度，並努力控制喺1.5度以內。We must agree a new global climate finance goal. If at least 2/3 of the world's nations cannot afford to cut emissions quickly, then every nation pays a brutal price. 不過，隨住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，外界擔心美國可能會再次退出巴黎協定，對全球氣候政策造成重大打擊。而且中美兩大排放大國嘅元首同歐盟主席都唔出席，加上少咗接近50個國家領袖發言，導致今屆會議規模比舊年細。不過，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融資，仍然成為焦點。